台南歡喜迎接31號跨年晚會重頭戲，不過為了因應台北隨機攻擊事件的警訊，台南市警局29號在永華市政中心西邊廣場的跨年演唱會會場舉辦維安演練，模擬晚會進行過程當中有歹徒彈出無聲唱和的煙霧彈，引發群眾強烈不安，並隨機要殺人的過程場面逼真。會場市府整合衛生、消防各相關單位，第一時間嘛啟動疏散、救護、交通管控等緊急應變能力。預估到時將有400名警力甲民防進駐，市長委託嘛親自到場專程視察，強調以民眾安全為上懸的原則，提升維安的規格，讓大家平安迎接新的一冬。這些因應的策略必須經過演練。而且讓我們的執法人員以及救護人員以及主辦單位的人員，甚至於我們的市民朋友們，知道說這個平常的時候是怎麼樣，如果碰到意外的時候，應該這個安定的離開，那不要這個受到這個意外的影響。演練的重點在於突發狀況，比如說歹徒持刀釋放煙霧等等與北捷的那個狀況做演練。那在這麼跨年的這個時間點。那針對這個情境，我們特別安排這次精進的演練。就表示，跨年晚會當天禁止載大型行李箱、攝影卡架、長腿等物品進入會場。如果外縣市民眾有載行李箱的需求，會配合寄放的服務，確保民眾安全。台南新聞阮吉採訪報道。